家里旁边的大楼倒塌了，阿关火锅这一栋大楼倒了，花莲超大地震，阿关火锅的大楼倒了，马路也裂了，地基庙前面的马路裂开了，国联现在很严重。 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人有没有事情？花莲超大地震，不知道大楼里面的住户有没有危险？现在救护车、计程车都来了，很严重。花莲市现在很惨。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大楼倒，人不知道能不能救得出来。希望这栋大楼的人没有事情。所有花莲的人，如果有看到直播，请赶快到安全的地方，不要再待在家里，赶快出来到安全的地方。花莲市前站阿关火锅大楼倒塌。对，我们现在在呼吁啊，让很多人看到赶快来。可是，那个靠近危险呢。那个靠近危险，已经警察救护车看到了。谢谢啦。哎呀，我们现在开直播，让警察救护车赶快来这边。嘿，让花莲市的人都过来。 哦，不要抽烟，烟熄掉，有瓦斯漏气，把烟熄掉。不要抽烟，瓦斯漏气。不要抽烟。该死就会死了呗。好吧。有瓦斯漏气，要小心。 有瓦斯漏气，要小心。哎，有瓦斯漏气，要小心。有瓦斯漏气，在那边要小心哦。妈，瓦斯漏。